再来看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团体，今仔新北、桃园、有台中拢送出第二阶段的连署书，其中台中的罗定伟送件数连署率是169.3%，拍败布坤基加做全台湾的头名。今仔有媒体就指出讲，赖清德总统可能会伫5日就职晚一档，伫罢免投票进前来进行内阁改组，迎战7月的罢免投票甲立法院的补选。 将一箱连署书送入新北市选委会，罢免国民党立委也原子团体初5到2届连署书，总共送出32236份。我们的团队有信心，不补件就可以顺利通过，而且全力迎向第3阶段。我是去年大家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立委，我们都非常积极认真做事，扮演我们的角色。在桃园国民党立委郭富城、万美玲、邱玉华的罢免团体是联合送件，分别造册48788份、41137分、甲33233份，二届连署书达成率是100%。不过郭富城对于罢团的带头人夏建贴，希望应举办公开辩论。 难道不应该透过一个更清楚的论述跟说明，让理由给更多的选民来做清楚的这个了解跟回应吗？其实公用的已经有在办了。另外，在台中部分，罢免国民党立委廖伟雄、黄建和、罗廷辉甲江启臣团体选择同日送件。 其中，罗廷辉送件数达到法定条件169.3%，拍败进前布根基一届连署率，争做全台第1名。罗廷辉本人无出来回应，干来伫面册发文，呼吁选民爱坚定到无同意罢免。即马罢免的论调，有平面媒体报道，赖清德总统要伫5日就职上任了后，罢免投票进行内阁改组。 行政院长杜荣泰未叮当，不过要启用论述强的个员转型做战斗内阁，也前可能伫7月进行罢免投票，甲了后的立院补选。不知道，请教一下卓院长好吗？被点名要下任的内政部长刘世峰无愿意继续回应，另外传出为副部长柯泰源、经济部长郭志辉、国防部长郭立雄、甲国发会主委刘庆清等，拢被列入名单。 对相关的同声，行政院人士表示，行政院团队继续影响美国关税、甲国际局势变化对台湾的影响，也已经将特别条例草案送到立法院，希望朝野党团来支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